殷公主。季伯，怎么不见皇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哎，公主，也好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夫君为何背对着我？夫君，姑母怎的好糊涂啊，竟然叫侄儿夫君。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，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，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。蠢猪，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怎么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公主闪开！公主，公主，怎么回事？拜。再拜。米音，狄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，替米音做主。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。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诉我，皇协到底去哪里了？皇协是在与芈音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皇协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与舒儿在一起。皇协走了，去追那皇协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皇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与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，皇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。强按牛头喝水，得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请我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。母后，今日是舒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音哭闹搅场，母后又要扣下舒儿的陪嫁应试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罢了。舒儿。月妹妹不走，舒儿也不走。舒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皇协悔婚是小事，楚秦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，
眼下没有证据证明黄歇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以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刻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印许给黄歇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微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，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，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舒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做娘的一片苦心。母后，母后敬请放心，舒儿到了秦国会擅自郑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舒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哭闹真是丧气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为何不可以放过那个贱人？放心，你和冉帝路上要保重，还有贵姑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在宫里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会忍，千万要小心背后那个。只要熬到分封，有了你自己的立脚之地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等到分封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都接回来。只是这一去，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魁姑，我就揍他。小冉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求到了！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。起来吧。保重。保重。走吧。
襄城守将唐遂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，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送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岳公主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嗯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，我这心里乱乱的。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，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姬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，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便知道了。你谁啊？老夫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6甲乱，
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，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伯，老伯。大胆狂徒！慢！踏进去！咎由自取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禀公主，两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。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，可是唐将军的堂兄？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他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
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……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的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玳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。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，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。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。我想了一夜，昨晚之事绝非意外。我心里有数，那堂妹突然上门，只怕就是好心来报信的。难道还是韦后？是他，也可能是别人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可现今……我只好盼着赶快到武关，到了那儿就有着落了。黄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关城。
公主，此处已是楚秦交界，末将只能护送公主至此。请公主擅自珍重，一路安泰。 之徒带在身上，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是啊，谁是家乡好，越是故乡美。公主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样？停车！停车！公主，太庙已定下吉时，咱们行程紧迫。末将知道，公主身子娇贵，可公主每日吃出早歇，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是种种事故，照这个速度行进，怕是会延误婚期的。这样，
公主尊贵之躯，难以承受车马颠簸之苦，自然要多加休息。将军既奉秦王之令，遵令行保护之责即可，并非押送犯人。何时行，何时止，当由公主做主。及期如何，与你何干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小小奴婢，竟敢对本将军无礼！不错，我是奴婢，但我是楚国公主的奴婢，不是将军的奴婢。既入秦界，要遵秦法，耽误了规定的行程，无论奴婢贵人，一律责罚不贷。将军息怒。秦王以礼聘楚，楚国以礼送驾，将军身为秦臣，该以礼护送。公主病倒，将军和属下必然滞留。将军若是能让公主歇息1个时辰，公主身体略好些，也可让车马加速行程。1个时辰？不行，只能歇半个时辰。谢将军。姐姐，喝口水吧。这水是必须喝的。荒原之中，水是救命的神仙。不，我怕喝下去，一会儿又吐出来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喝。姐姐，入秦多日，你不是吃不下东西，就是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若是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公主受的苦你都看到了，且不说送来的膳食粗劣，用膳的时候竟然仍在行进中，人坐在马车里颠得七荤八素，还没吃一口就吐出来了，这哪里是迎亲啊，分明是折磨人。这里不是我们楚国王宫，身边也不是我们楚国臣子，荒郊野外，缺衣少食是难免的。千里迢迢，吃不下也得吃一些。身子是姐姐自己的，损伤了无人可抵偿。出嫁前只知道这一路曲折遥远，谁料会如此艰辛。还有那个蒙敖将军，更是可恶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中。蒙敖将军是粗人，行武严整，只怕他有他的难处。再有难处，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舒公主是王后，是主子。若在楚国，她如此叫嚣，脑袋早就搬家了。过2日就到武关了，再忍一忍吧。奴婢能忍，公主如何忍？一入秦地，就黄沙漫天，西风凄凉，稍一露头，身上嘴里全是沙子。这一路上，连个驿站都没有，晚上只能睡臭烘烘的羊毛帐篷。你问问公主，入秦的这些日子，公主有多少天没梳洗了？那段时间坐船，我以为会是最难熬，如今想来，就如同仙宫一样。既然出嫁没有退路，那姐姐只好想着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往后就好了。如何之后？熬不过眼前，又哪来的往后？我真是想家，这一路越走越灰心，这般周折，真是让人……姐姐是想说，真有些后悔出嫁了吗？什么越走越灰心？明明是越走，与心上人越近才是。哪来的心上人啊？进入秦国这些日子，姐姐可听说过秦国4塞？武关、函谷关、萧关、大散关。武关城是秦楚边塞第1城，秦王就是从这里出关，进入大楚，去向姐姐求亲的。妹妹提起秦王求亲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到了武关就有驿站，站站相连，一路平坦大道直通咸阳。到那时，姐姐就可以好好歇息，调理身体啦。妹妹也想早早到武关，对吧？当然。说来也是，
这么多的车马兵卒，都是因我而来。我要是打不起精神，不是更连累了大家？好了，把水和食物给我一些吧。姐姐，来，姐姐。姐姐，想来我也真是佩服你，这粗粝的糕点如同嚼蜡，你是怎么咽得下去的？姐姐是从小没有尝过饿肚子的滋味，其实有东西吃，比饿着要舒服多了。真的吗？嗯。舒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天生就不该受苦的。像这种吃食也能将就下去的人，是自降身份，自轻自贱。姑姑若是觉得只有饿肚子才能保住大厨脸面，那你就饿着好了。但不该劝姐姐也挨饿。路上行程艰难，需要体力，不吃哪儿来的力气车马劳顿？别争了，我倒是真有些饿了。我再吃几口吧。好家伙，这么多人，真是浩浩荡荡啊！看来给咱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！你去队伍后面，截住他们，捡好东西拿。好的，大王。儿郎们，我们的女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现在眼巴巴的，正在等着我们满载而归呢。今年冬天的酒跟肉，就全靠这趟了。
快骑马！我在前面打头阵，你们在后面跟着我。不行，公主前进之区，万一有个闪失。前面不远就是上线，如果有人能够引开敌人的主力，咱们就能再多撑一会儿。上线的守将一定能赶到。姐姐，把披风给我。对，月公主说的对，这披风是万万穿不得了。给我，不行，月儿，那样太危险了。眼下我们都被困在这儿，可他们并不认识你，能识别的大约就是这件披风了。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一人为己，总比大家设想要强。他别奴婢，奴婢，好歹是一个人的性命，就由奴婢去吧。刀剑无情，小冉眼下是我唯一担心的人。我把小冉托付给姑姑，千万要好生照顾她。不，月，给我公主，如果你有事，所有人都活不成了。默家看，月公主的主意不妨一试啊！你救了大家的命，请受奴婢一拜。月公主舍生取义，救他人于水火，蒙袄汗颜。咱就不必多言，姐姐珍重，你自己小心。姐姐，月儿，走，你们保护月公主不为。月儿，你还好吗？子歇，月儿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我挡着。不，子歇，子歇死，不能让月儿死。你快走。不，要死，月儿和子歇一起死。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？啊！滚！
在，你去逗逗这个长得跟娘们似的男人。我来对付这个泼辣的楚国公主。子期，我来。我来。你是何人呢？在下楚人黄歇。阁下是谁？你管我是谁呢？子期小心！子期小心！见得大不稳还敢跟老子交手呢？别见！你那个男人不中用的东西，不如跟随本王吧！子期，放开我！看看，小白脸是怎么死的？哪是我们的对手？别吵了！子期。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不行了。大良道，王将军，黎叔公主眼下如何？安然无恙。秦国大良造公孙衍拜见黎叔公主。公主，公孙衍救驾来迟。大良造，月公主，月公主带人去引开了敌戎，先不知去向，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望大良造能够快快派人去救他。原来如此，叔公主请放心，微臣马上派人去寻找。喝酒啊！来，喝呀！来吃，喝！大王，住手！大王，这丫头她疯了，她疯了！
你们都起什么哄啊？等我，让我上去！疯丫头！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会让他伤了你。不过你记住，我不在，你也不许伤他一根毫毛。还有你们，记住了吗？是。不让我杀他，那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？哼！那我们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？你们杀了我的子歇，既然我杀不了你们，那我就死给你们看！把他手绑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死又不让我死？哎，吵什么吵啊！为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人，我们这好男人多的是啊！你废话！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是我的命！你害死了他，我杀了你！谁看见你的男人死了啊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你把他打到悬崖底下了。那悬崖底下是湖泊，死得了死不了还不一定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子歇也许还没死。说不好，那可没准。真香啊！拿着。不饿呀？不饿我可饿了啊！真香。你们为何要抓我？自然是为了钱。你不像是普通的劫匪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猜。披发左衽，必为虎祖，北狄西戎。你们是狄，还是戎？丫头，看来你有点学识啊。东胡、临胡、楼烦，白狄、赤狄，西戎，还是义渠？义渠。义渠。义渠在秦国之西北，怎么跑到东南面来袭击我们？你知道你们袭击的人是谁吗？难道你们吃了豹子胆了吗？这买卖做得值啊！为了你大秦王后。哼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在你眼前的，不是什么大秦王后，我只是个陪嫁的应女，不值钱。你骗谁呢？啊，性子如此强悍，见识如此不凡，若非楚国公主，哪来的如此心性和教养？哼，你若不是王后，那这天底下就没有女人敢居于你之上了。哼，若是王后，身边怎么可能只带这么少的护卫？如此轻易落入你们的手中。不错，我的确是楚国公主，不过我是庶出为应。王后是我的姐姐，在被你们袭击的时候，我换了她的披风，为了引开你们。她此刻应该已经到商县了吧？哼！你果真不是狄公主？当然不是。抓你的时候我就起过疑心，如果你是嫁于秦王的新王后，哪会跑来这么一个小男人为你拼命？哼！你的买卖亏本了。这王后的妹妹，多少也值几个钱吧，就是赚多赚少的事儿。来，我给你搬上车啊！哎，这箱子好沉呐！时间啊！我帮你搬。来，这边。哎呀，这下好了啊！
回去等着大王赏赐吧！啊，哎，可不少啊！赶紧把那个箱子搬过来！这里还有，快点！跑了！不来人呐！楚公主跑了！大王。 都算了吧。这马呀，是我们义渠人的好朋友，他绝不会轻易离我们而去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黑子，那我就把它给你骑吧。但是记住啊。 你不能用鞭子抽它，更不能猛勒缰绳。丫头，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也不说话呀？有心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害怕了，不敢说话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前面就是大三关隘口了，不知道秦人会不会因为迎亲队伍被劫，不让我们过关呢？别担心，他们的耳目应该没那么灵光。再说了，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，不用跟他们硬拼，我自有办法。 这就是过关的符节，拿给他们看。好，去吧。哈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经过我都知道了，你平安就好。求大王救救月儿！月儿，大王，月儿就是那个会使软鞭的小丫头。听说这次全靠她穿着舒公主的披风引开了义渠人，才保住了公主的周全。寡人记得她。来，既然如此，义渠那边要想想办法。大王不妨找大良造公孙衍商议一下，让他推荐个合适的人选。公孙衍一直主张与魏国亲近，反对与楚国联姻，恐怕对此事不会热心。大王，这就是我的义渠王宫，怎么样？还合你的意吧？哎，丫头，既然你不是王后，那不如留在我们义渠，嫁给我们大王。大王可是义渠之王啊，对呀，不比那大秦之王强啊，是吧？是。
这丫头的脾气像我们义渠的女人。你们听好了，我是楚国公主，是秦王后的亲妹妹。你们言语间再有轻薄之意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真是好笑啊！你现在明明在我手里，却要对我说不客气。哼！大王，再敢无礼，我就杀了我自己！哎，别，我不动啊！滚出去！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就是把你抓回来了吗？我又没对你怎么样，你干嘛要杀我？又要死给我看？你们把我的子谢打下了悬崖，我即使杀了你们，也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我有机会便要杀了你们，我若是杀不了你们，我就随他一起去。你以为本王缺女人，非你不可呀？本王让你看看。来，去年义渠王翟离的叔父曾到咸阳，请求我大秦助他一臂之力，夺取王位。大王没有允诺。照理说，那义渠王是得了大王偌大的好处的，理应知恩图报，怎会突然起意劫持新王后的迎亲队伍？此事的确有些蹊跷。父王，那些狄戎之辈如此蛮横无理，儿臣愿带兵前往征剿。眼下不是和义渠交战的时候，义渠人草原游牧，大军围剿不易，而且他们刚刚伏击了寡人的迎亲队伍，必定十分惊醒。大王说的是，此事不宜动兵，该派个妥当之人前去义渠赎回月公主。大秦颇费周折，才与楚国联姻，迎来了新王后，而那义渠王劫去的女子，不过是一个陪嫁的应妾而已。我以为不必如此小题大做。义渠人一向胆大妄为，若不派人前去交涉，恐怕义渠人会以为我们大秦好欺。客卿张仪一向寡人自荐，愿赴义渠赎回月公主。那个张仪却也能言善辩，寡人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就由张仪带人前往义渠，如何？只是张仪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若是……那就加个熟悉当地情形的人跟他去吧。据寡人所知，雍瑞曾经见过那义渠人，就派他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公主，这2日住在我这儿，没什么不习惯的吧？把鸟关在笼子里，还需要跟他商量笼子大小吗？谁说要关你了？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！公主若是呆烦了，就陪她出去走走。是，我不过是你的囚徒，在这里走和在外面走有何区别？你看，我的手下把你当成贵客，以礼相待，这你就算真是个狄公主嫁到秦国做王后，也不过如此。可笑！义渠自己还向秦国称臣，想称王，谁会承认？谁能臣服？知道的还不少啊！
没错，1年之前我父王去世，部族内乱，秦国趁机来袭，我们不得已才称臣。可那只是权宜之计，等我们一群人缓过这口气来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马匹和牧人。你看到了啊？我的兵卒比秦人的更强悍，我的骑兵比秦人的兵车更灵活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秦人向我称臣。但是你们没有关隘城池，没有耕地粮食。我们一群人是草原之子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何必有什么关隘城池呢？唉，说你愚笨都是抬举。管子设计关隘城池，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夷狄的办法。对付我们？笑话！别以为仗着兵强马壮就可以耀武扬威。你们若没有关隘城池，就不能储备粮食交易物品。一遇灾年，草场荒芜，牛马无草可食，就会饿死。再强的部族也会一夕没落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哦，一定是这样。因为你们的草场受灾，所以尽管你们已经对秦投降称臣，却还是要不顾风险来劫持王后车队，以此来要挟秦国，来换取你们部族活命的粮食。没错，我们一群人本来是草原之王，潇洒放纵于天地之间，无奈天灾，不得已受人之托，拿一些回报。但是我们只听我们自己的，谁都做不了一群人的主。哼！哼！老布，上马！老布，你知道管子是谁吗？嘿，今天啊，这世上还有你老吴不知道的事儿啊！当初有人花重金让我们劫杀新王后，可那个丫头到手却是个假的，居然受人之托，如今得有个交代啊！杀了！可那个丫头，会精灵的，杀了有点可惜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着我喜欢她了，可她一个笑脸都不肯给我，还一心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把她睡了？哎，不行，他们我们草原的女人可以这样，睡在一起，日子一长，不情愿也会死心塌地。可她呀，她会死给我看。大王，秦王派来使者来跟我们谈赎人的事儿。秦王真的派人来赎他？正是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秦国使者张仪、雍瑞、嬴华见过义渠王。雍公子见过，算是朋友。公子华也是如雷贯耳。你是谁啊？这位是我们大王新请的客卿张仪。没听说过。哈，义渠人热情好客，可义渠王让我们站在这里，这不是待客之道吧？好，坐，都坐吧。上奶茶。你们今日来我义渠，有何事？义渠如今大祸临头，我是特地来解义渠之危的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说说，我义渠如何大祸临头了？1年多以前，义渠内乱，您凭借着老乌的帮助夺得了王位，但似乎您的叔叔到今日还逃窜在外。去年夏天，他带着财物去咸阳求见秦王，让秦王助他夺回王位，可惜秦王没答应。那又怎样？
据说去冬今春草原大旱，牛羊饿死了不少啊。恐怕接下来，义渠部族的百姓都得遭罪啊。眼下离盛夏还有些时日，这义渠王打算如何渡过难关呢？这是我们义渠人自己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不过按理讲，义渠也算是我大秦之臣。若真有求助于大秦，我大秦绝不会置义渠于不顾。哈哈哈，可惜呀，义渠王为了蝇头小利，竟然攻击大秦王后的车驾，实在是令秦王大为震怒。设想，倘若此时外有秦军讨伐，内有百姓灾荒，岂不是您的王叔重夺王位的最佳时机？再说，义渠王您毕竟年轻。在义渠部族里，您叔叔的威望似乎更为显赫些啊！照你这么说，你们秦人是要助我王叔与我为敌了？也无不可，反正义渠谁当大王与我秦国无关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谁才是义渠真正的王！哼，谁是王，还是我们大秦说了算。有我在，看谁敢跟大王作对！你们劫持新王后车马，犯上作乱。没即刻兵戎相见，也是你们大幸。好啊，吃奶的小娃子，来讨伐也有是又如何？公子稍安勿躁，虎威将军火气也太大了点。来，喝杯奶茶。义渠人的东西口味太重，我喝不过。你放肆！他的路途还在。我倒想尝尝。秦国眼下与赵国、魏国、韩国都不和睦，哪有心思来管我义渠啊？哼！如若不然，今日来的就不是你们几个人了，而是前来讨伐的大军了。说得好。是他告诉您的？老吴精明啊，难怪来之前就听说义渠实际上是老吴做主。张仪失礼了，哎呀，失礼了，老吴，失礼了。老吴视我如子，我视老吴如父，你这种挑拨没用。说吧，你们准备出多少钱来赎那个女人？义渠王是直来直去之人，张仪也就实不相瞒了。我们此行并非大王授意，乃是我新王后疼爱自己的妹妹，特派在下为特使，带上珠宝来赎回楚国的公主。月公主，打死你个偷羊小贼！打死你！让你再来偷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什么声音？让你偷！听说是抓住偷羊的小贼了。那个小贼可狡猾了，我们以前这边常丢羊，还以为是被狼叼走了呢，没想到却是个小贼偷的，还是个被狼养大的小贼，带着狼群一块儿来偷的。带我去看看。让你偷羊，让你偷！我打死你个偷羊贼！让你偷羊！不让你偷，不让你偷！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野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哈哈。哎！你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哎，啊！你给我撒开！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杀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
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。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。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为了向秦国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劫的东西可以还给你们，但是我儿郎们总不能白跑，辛苦钱总是要给的。别误会啊，我不要珠宝，我只要粮食。本来我打算把那些珠宝和丝绸锦缎送到赵国邯郸去，换些粮食。粮食可不一般呢，要粮食需大王恩准。那得看义渠王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，能让我们大王恩准给你粮食。如果秦人真心与我交好，我可以答应你们，10年之内，我义渠绝不再与秦国为敌。就这一句，你还想怎样？我义渠人说话算话，绝不反悔。善。王后的妹妹呢？那个别想啊，那个女人，我要自己留着当王妃。这就是义渠王的不对了，我们专程为他而来，你这样做太不够朋友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我张仪初担大任，没想到连王后交代我这点差事都没办成，真是惭愧呀。算了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将楚国的公主留下，那我们方才的交易就一拍两散。啊，我这就回去，您就只当我没来过。至于今年义渠部族的百姓过不了春天，又或是令王叔求到我们秦王帮他夺回王位，这一切跟我张仪都无关。哎，庸公子，咱们喝了这杯奶茶就告辞了吧？啊，不行，那个女人是我的，我要留下来。赵屋这个事儿你别管。庸公子，咱们不急，我看他们已经动心了。老吴，哎呀，庸公子，我看我们就啊，3000车，换那个女人。500车已经是极限，没有1000车，本王不换。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如果大王不想换，根本连这个价都不会出。800车不能再少了，600车不能再多。岂有此理！600车都不够我们熬到初夏的。怎么熬不到呢？600车粮食再宰杀些牛羊，不就熬到了吗？宰杀牛羊，那明年我们吃什么？义渠王与其把精力放在明年的牛羊身上，莫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义渠部族男女老幼已经饿空了的肚子上。杀了你！杀了我，今年义渠得死1半人，至少。你以为
我们一群人只能跟你们亲人做交易吗？我什么都没以为，我只是想提醒义渠王，这是眼下成本最低、最划算的生意。如果你眼下跟赵人合作，卖掉你那些抢来的东西，且不说路途遥远，光粮食在路上就要耗掉一半，更何况秦楚联姻，天下皆知，你抢来的那些东西在书简上都有清单。我看谁敢冒着得罪秦楚两国的危险，收购你那些赃物，那可都是秦王后的嫁妆啊！600车，成，600车就600车。永公子，大王英明啊！你饿吗？这里有热汤，还有烤饼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喝口汤吧。月公主，你们秦国的人来了，要带你回去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听说你救了个小狼崽儿，你还真挺像小狼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吓着他了。你怎么看上他了？他跟我弟弟一样大，我弟弟若是无人照顾，可能也会像他一样。你干嘛？哎，你放下他！放开他！你轻点儿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啊，他很聪明，通晓人的习性，应该是跟人一起长大的，只是这2年才混入狼群当中，跟狼一起生活。只要把他送回人群当中继续教养，他应该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少司命保佑，可怜这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就有白头发，简直像小狼一样。我叫你小狼好不好？来，接着。为何只有300车粮食？先付一半，另外300车要等我们回去以后再送过来。给我。于公子，管子是谁？管子啊，齐国的国相，曾经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，成就霸业，是他独创的轻重术与盐铁法。来了。什么是轻重术？敛轻散重，低买高卖。管子曾使用轻重之术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鲁、梁、莒、来、楚、代、衡山击垮。哎，等等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义渠盛产狐皮，如果我向大王高价购买狐皮，那么义渠的子民就都会跑去猎狐挣钱。到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如果大王点击兵马，发现所有人都去猎狐了，而此时正值有外敌入侵，该如何？如果大家都忙于猎狐，而不屑于放牧，此时我突然停止再收购狐皮，那么已经无人放牧的义渠又会怎样？饥荒。
哎，那什么是盐铁法呀？如果大秦和其他各国联手，都不向义渠人出售盐和铜铁之器，那么义渠能挨上几年？断盐1个月，不足避乱。多谢雍公子提醒，我定不负与大秦的盟约。能否请问大王，为何突然对管子有了兴趣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张仪拜见月公主。张子，真没想到秦王会把这差事派给了你。是啊，想当初月公主发重誓与张仪永不往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你千里迢迢来义渠救我，我谢你。但我也救过你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啊，不，我赎公主回去是分内之事，公主救我乃再造之恩，所以这辈子张仪都欠你的。回了咸阳进秦宫，说不定你和张仪还会经常见面的。张子错了，咸阳我会去的，但秦宫我是不会进的。月公主把话又说早了，身为陪嫁应妾进秦宫，理所当然。嗯。还想杀我？杀人是要靠机缘的。如果你还想杀我，就得祈祷长生天，让你我还能有机会再见面。既然已经做了一次好人，那不妨好人做到底，让小狼弟弟跟我走。这孩子是我们义渠的人，哼，他的事我做主。你想用小狼来要挟我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明日你们赶紧走人。虽然我们义渠人不会轻易为一个小女子让步，但是买卖做完了，有后悔的事情是有的。想不到义渠王是个用心很真的人。他说这些日子你在义渠骑的都是这匹黑马，所以让你把马带走。义渠王送公主骏马，怕是用心良苦吧？马就是一匹马，听了公子这话，倒是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月公主，请上车。走吧。别叫好，他走了。你看，他走了。她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她头也不回的就把你抛下了。她说她是你姐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没掉。他在咸阳还有个弟弟，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。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
快处把你忘了。